就我覺得即係美股市場而家最新其實嗰個嘅主題啦，可以話係其實由4月初開展呢段漲勢啊，咁啊 AI 啦好勁啦，但係去到最近咧，其實個市場焦點翻去就係通脹交易啊。咁通脹其實呢一個主題其實意味住就係市場預期短期內可能就係唔會減息，甚至乎有一個加息嘅風險。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利率期貨嗰啲即係 Fed Watch 上面嗰啲數據啦，其實而家市場係睇緊咧，即係 based on 而家油價仲係高企，based on 而家個中東局勢未有咩轉機嘅情況下咧，其實睇緊出年3月咧，其實仲有即係反而有一個加息嘅可能性添嘅。咁講緊就算今年年底咧。即係講緊加息嘅機率一路升緊咧，今年年底12月嘅會議加息嘅機率其實去到接近40%㗎啦，即係講緊市場係price in 緊呢一個嘅風險咯。